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，昨伫咧宜兰打开一间做金纸的工厂熊熊火烧，因为仓库内底有囤真侪纸料，这火是烧甲正猛，也佫有直直发出鞭炮的声，加载是无人受困伤亡。因为业者是怀疑讲，可能有人乌白弹昏头，才会引起火灾。伫咧稻仔田边即间工厂导火，乌烟冲到天顶去哩，还佫听到炮啊爆炸的声音。伫咧宜兰打开四界路的即间金纸工厂，昨尾暗6点外导火，仓库内面载真侪金纸，而且敢若是有放一寡炮啊伫咧内面。火毋但是愈烧愈大，伫过程中还佫几路遍看到火光。民众看到导火了，本来想要去给拍花，不过火势炭过，未火救。我们想说下来看有没有东西，赶快把它灭掉。就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温度很高，旁边一台摩托车，我想去把摩托车牵过来，已经热到我没办法靠近了。消防人员看几条水线拍火，也出动大型机具要甲门斩破。不过因为现场的温度正悬，内面的铁皮拢已经扬起，火机也倒甲规涂骹，到暗时8点外火阁熄掉的。消防队用红外线镜头探勘火点拍火，业者怀疑是有人乱弹昏头，去烧到蹲伫咧外口的物件，火才会倒起来。好在在现场无人伫咧内面，也无人伤亡。要若导火原因，也有财产的损失，也佫伫咧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